东土大唐那边而来。这你看看，全身武装，看看，你看看，哎，看一看，光大膀子呗。别光大膀子，这个行，这形象你看看，就这几个链子吧，看看，还有珠子，珍珠吧，哎，珍珠，挣没挣来？哎，多挣来了，哎，好，这家伙咔的，看这家伙发财了，发财了啊！来到沈阳吃看看。哎，昨天呢，昨天挣了是哇，重灾区哈尔滨瞅瞅啊，昨天挣了66000，嗯，今天准备挣了是6600。再给王老板看看风水今儿啊，对，看看下午啊，谁看给王中海看的啊？好，看这高手厉害不的？东北是没有，这是南方过来的，东北这边没有这高人，这高人你看这身上保平安的，谁不服？谁不服？谁不行？在凉黄山这边就属他大师最厉害。这玉皇大帝的胡子，看厉害吗？这特意整装了。啊，可以整装了。那你看，哎。